过来看到这两天，规台湾一寡所在落大雨，引起灾情。先来看到台南的客家区成功路，礼拜日下午，一栋旧的架厝啊，天崩汹汹崩塌落来，厝顶破一坑真大坑。迄当时厝内有一个22岁外国看护，也有80多岁欧巴桑伫内底。看护倒平大腿，也有头和物件喊着伤。两个人惊甲新闻无条体，家在惊无代志。不离个无代无志，厝顶哪会崩落来？敢会是因为透霉落大雨的原因？搁要进一步来调查。这个含无落来啦，这冻掉安尼。这冻掉的啦。茶规矩落落来，厝遐壁角落甲规涂骹，连家具嘛，互人缀伫咧下骹变形。现场会当讲是乱糟糟。这规巴掌的厝，还是早都拢会漏啊啦。一间好好的厝，哪会雄雄敢若炸过共款？往顶悬一看，原来是天崩规地崩落来，厝顶破一个大坑。后人较欠啦，都讲无啦，我还无歹啦。隔壁的水甲我流过来啦，得要12点嘛，11点我崩落啊。代志就发生伫咧台南客家新公路，因为即间下厝啊旧年无整修，加上即前2天一直落雨，里长就惊会出问题。29号早起就有先来关心，无想到11点外，即间架厝啊雄雄“砰”一声，刷落来就传出崩落的灾情，有袂少的厝边拢惊着。拍电崩起来，可能人咧白遐。加了去个判去啊，从拨落啊！意外发生的时阵，厝内有一名22岁外籍的看护，甲80多岁阿嬷，因为袂护伞，看护的脚甲头拢互落落来物件弄着，警消接到报案，随就将因送病院治疗，好佳在拢无啥物要紧。啊，若厝顶是安怎雄雄崩落来，是毋是甲落雨有关系？就爱搁进一步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